而家係人哋對你嘅政策認為你咁搞落去咧就一鑊泡啦。呢個一鑊泡包括埋經濟可能衰退喎。你頭先教授講啦，咁你將蘋果搞死咗，將 Tesla 搞死咗，啲大嘅美國最賺錢嗰啲生意最先進嗰啲，你都搞禍咗佢喎。股債會三殺咧，其實就好少見嘅。美國係政府有好多債到期，咁如果息口上升，佢發債嘅成本一定高啦。咁對佢嚟講根本就冇可能應付。中國呢一刻會唔會真係喺市場上面拋售啲債券嚇一嚇美國咧？我自己認為。大家好，歡迎收睇股壇思健。喺我身邊有施生之外咧，今日我哋有個嘉賓就係關焯照教授嘅。係，大家好。咁啊，請教授過嚟咧，都講一講即係特朗普嘅政策啦。咁先問教授先啦。咁啊，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其實都有中海外嘅經濟學家都即係分析過咧，覺得都唔係咁合理嘅。如果教授站喺你專業嘅，而家佢嘅關稅政策其實係咪真係損人不利己咧？係啊，損人嘅不利己啊，仲係自殘嘅。係，就好似阿耶倫咁講啦，喺即係以一個政府嚟講都未試過自殘得咁傷嘅。即係你睇到嘅，即係市場嗰個反應，即係股票市場冧啦，跌咗好多啦，冇話冧啦，大跌啦。債券市場被拋售啦，但係美元都係跌得幾明顯啦嚇。咁變咗呢個股債會三殺咧，其實就好少見嘅。即係通常上次加息都係股債殺，就美元升嘅。咁呢次咧就肯定係美國資產被人拋售咯。點解係咁咧？其實主要原因咧就係關稅其實咧係有殺傷力，但係操控關稅嗰個揸飛人咧係好大問題，因為佢出嘅招咧係冇考慮到敵友。OK， 你可以話針對中國明嘅。即係幾年前第一任咧，佢就針對中國啦。我依家只係加大啫，但係而家佢要圍你啊嘛，但係搞埋啲盟友啦，所以變咗好多盟友都係對佢係唔順啦。最緊要就係連佢隔離嗰個支持嘅加拿大咧都講過話，佢而家現任政府講過，而家嘅美國政府係唔可信嘅。其實就係因為一個信心問題，佢本身嗰個信譽咧係受到傷害，因為佢係一籃子咁揈佢啦，可以咁講啦，即係你避都避唔到，所有敵我不分，同埋佢嗰啲抽嘅關稅計出嚟，已經係人哋話根本就係離晒大譜。因為我睇過一個訪問咧，係佢係跟一篇文做，嗰篇文個原作者就俾人捉咗嚟訪問，就話咧唔係啊。我唔係叫佢咁高稅項㗎，因為佢喺個分母就做一啲手腳，咁咪一計出嚟咧個稅項咧高到無論㗎，嗰個數字我比佢係細好多㗎，咁啊慘啦！但係即係佢夾硬嚟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最主要一樣嘢，當一個政府係胡亂出招，係唔理敵友同埋唔考慮對方嗰個情況，係總之我把權，你要聽我講，成黑社會大佬咁啦。咁漸漸地又從一個所講嘅對嗰個國揸住權嗰個政府啦，係冇信任，又影響到咩咧？影響到當然佢個所謂美元資產啦，因為佢可以利用佢嗰個所講嘅政策係將佢武器化啊嘛。嗰種武器化咧係不論任何情況下都係傷到人，但係佢冇諗自己就傷翻啦。咁市場嘅力量最大嘅，最均真嘅。當市場認為你係錯嘅時候咧，咁佢嘅本身又會出現一啲問題，就話咧，你睇到美國嘅股市、債券、美元係三殺。咁即係講俾你聽，就係全世界都唔認同你做緊呢樣嘢咯。咁啊，某程度下都係信任危機，就係唔知道佢點樣搞落去。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話，如果佢仍然喺白宮咧，呢壇嘢咧都幾漫長下嘅。咁追問教授呢個經濟學嘅問題啊，究竟佢加關稅係咪真係有機會令到啲即係生產因素啊、公司啊、工廠係翻美國咧？其實還是呢件事其實永遠都唔會出現嘅。會有少部分出現嘅嗱，其實佢想諗嘅嘢其實一個好 old school 啊，即係當係1930年代或者係更加之前嘅人嚟嘅個諗法。即係美國根本已經係冇一個製造業㗎啦，80%以上係一個服務行業啦。你可以翻嚟，但係你諗下，美國有冇足夠人嚟做呢啲咁嘅製造業咧？我俾個例子你睇，俾佢講俾你聽就係蘋果，佢 CEO Tim Cook 走出嚟講。佢話點解我揀內地嚟做所講嘅所有好多零件啊、零部件啊、即係包啊，或者整嗰啲總之 package 嗰啲嘢。佢話美國係冇人做，
唔係冇人做，因為係根本要需要呢個 tooling engineer， 即係做工具嗰啲工程師係大量嘅，因為好精細嘅。我話阿占曲講你話，我而家叫一班人嚟咧，啱啱可以坐埋一圍台嘅，但喺內地咧係幾個球場多到，即係佢需要人。因為唔係因為內地個成本平，內地已經唔係世界工廠，佢已經認咗啦。但係內地係有依種技術，美國係暫時係唔足夠，所以呢樣嘢佢根本就無視咗個現實啦。另外一樣嘢就係美國本身其實現在點解用咁多移民咧？就因為美國本身都唔夠人做嘢，所以睇到個失業率咧係曾經落咗3點幾啦。咁啊，拜登政府猛咁用啲非法移民嚟幫助，係解決咗個服務業個問題啦。咁因為人手不足啦，但係而家你叫啲人翻嚟做嘢，咁你有冇人先？唔夠人啦。第二樣嘢就係你個本身嘅勞工成本係高過內地多聲，加上你冇軟實力，你冇嗰種 engineer 上去做咩？佢哋講蘋果咗，所以你講緊一啲係。一啲廠可能美國仲有人可以幫到佢做嘅就得，但你講緊現在起碼蘋果啊、Dell 啊，一啲係比較中國擁有本身強大技術嘅嘢咧，佢美國係冇嘅，同埋根本佢係唔夠人做嘢，因為佢而家係趕人走，佢連服務行業都有問題而家，因為佢係人手都開始不足啊，因為佢係日日都趕人走，所以變咗其實咧，我答呢樣嘢就話咧，佢係做唔到嘅，因為就算你應付 Apple 嘅 engineer。Tooling engineer 咧要5年嚟培訓，跟住熟習個過程，即係話 Apple 如果係喺佢手下咁樣搞法咧 ，Apple 會執得到。所以似乎佢嘅新政策就冇帶嚟實質影響，除咗負面啊。咁同埋文先生嚟曾經提過咧，即係特朗普咁樣搞法咧，美國有機會會減息啦。但係早排咧，亦都係早前啦，即係傳聞就因為點解佢會暫緩咗呢個90日關稅，就啲美債俾人大幅拋售啦，令到即係個孳息率急升啦。你會唔會擔心其實息率究竟你覺得會向上升還是會向下跌咧？如果出現通脹係因為經濟增長快，啲人嘅購買力上升，咁你加息咧，就係好嘅。咁而家咧啲息口點樣上升咧？就唔係話經濟好活躍啊，即係啲人收入增加，消費能力啊強咗啊，咁你就加息緊佢啫。而家係人哋對你嘅政策出現擔憂，認為你咁搞落去咧就一鑊泡㗎啦。呢個一鑊泡包括埋經濟可能衰退喎。你頭先教授都講啦，咁你將蘋果搞死咗，將 Tesla 搞死咗，啲大嘅美國最賺錢嗰啲生意最先進嗰啲，你都搞禍咗佢喎。咁點解股市冧咧？股市冧就係因為佢知道你咁樣搞法咧，經濟係衰退㗎啦嘛，美國就亂龍㗎啦嘛。咁嚟緊咧就係美國經濟係需要救嘅，但係佢需要救嘅時候，人哋係拋售美債喎。咁拋售美債賣唔出，點樣可以令到佢賣出咧？就嘅孳息率上升先賣得出㗎嘛。咁所以佢而家係美國嘅孳息率上升咧，係因為前景冇信心，啲人要走而造成嘅利息上升。咁既係而家經濟需要救嘅時候，係對經濟不利嘅。但係如果真係去到好嚴重嘅時候咧，我自己睇聯儲局都要先救完經濟先至去壓通脹，通脹漲一陣咧就冇所謂嘅。如果經濟咁樣落去咧，可能問題更加大。所以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啊，有啲人都預期今年減息係會多過原先估計嘅2次。係3次至4次到嗰啲人估計。咁上個禮拜其實市場傳出就即係拋售嘅美債咧，單日去到1兆嘅美元嘅金額啦。我想問一問教授，其實呢個交易金額其實係咪算好龐大咧？係咪足以令到特朗普即係腳震要即係改翻個政策，就唔搞咁激烈住啦？個數字肯定啱與錯，因為好多鬼故事講出嚟，即係講緊又話對沖基金爆煲即係未證實嘅。但係個結果係證明咩嘢咧？就債券孳息
升，即係話你個俾人買得多過你嘅需求啦嚇，咁呢個肯定係叫拋售啦，因為點會係喺個零禮拜由長息10年期債息大約3.8幾升到4.6嘅差唔多啦，咁而家落到4.4或4.3幾啦，嗰個速度係快嘅，因為你講緊二手市場嘅交投啦，咁一定係有啲人係拋售緊，就唔知邊啲人拋售緊。嗱，因為冇講到任何嘢，你話係國家減持，係我哋國家減持，又睇唔到，因為啲數據咧要遲啲出㗎嘛，咁你話對沖基金爆煲，又未聞到真係出現嘅對沖基金爆煲，但係個急劇嘅資產價格跌咧，係曾經令到對沖基金爆煲嘅，就所以係 Tiger Fund啦，9798年啦，富富基金啦，另外係長期資本管理啦。就係俄羅斯嗰個大債問題啦，咁呢啲會爆煲，然後跟住要做嘢，咁啊反映咗喺度息口嘅。即係其實講俾你聽一樣嘢就係美國嘅股價大跌咧，理論上啲錢應該走入債券市場避險，但係債券市場就唔係避險，順手都沽埋一份。係咁咧，沽完股票、沽完債券，仲有一樣嘢喎，啲人話沽債，我咪買第二啲咯，唔係。外國人咧沽咗債之後攞翻自己啲貨幣走，即係換翻啦，即係美元跌啦係咪啊？換翻啊嘛，咁就喺度三殺咯，就係咁意思啫嘛。咁呢個三殺位咧，其實係代表咩咧？就係啲人根本冇信心。你如果再搞多啲36變咧，肯定啲人更加驚。係嗱，但係息口上升有個問題嘅，息口上升係因為美國係政府有好多債到期。咁如果息口上升，佢發債嘅成本一定高啦。咁對佢嚟講根本就冇可能應付，因為佢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債務超過35萬億係啦，加上就係俾息就俾死佢啦嚇。如果息口上升，哇發嘅新債咪每100點升咗，你話佢俾幾多錢啦係嘛？所以變咗係唔可以出現嘅。咁喺呢個情況下，佢係受到內部同埋佢啲金主嘅壓力，就話咧咁搞落去咧，一來經濟差，二來你根本應付唔到跟住嚟嘅發債嘅問題。如果當市場再驚恐咧，隨時係個債務失控㗎嘛。咁你可以不斷咁拋售，變咗你個息口向上升，就變咗好似歐豬五國咁咯，係嘛？咁你跌乜都掟你㗎嘛。即係因為係。典型市場係一個恐懼，令到你更加恐懼。係啦，呢度就係咁嘅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就未必一定係嗰對一兆萬億或者兆億嗰啲嘢東西啦。咁但係結果就係俾人拋售緊。亦係睇到個出現咗結果之後咧，美國政府咧就比較冇咁發脾氣，溫和啲走出嚟，希望 calm down 個市場。嗱，so far直到而家咧個息口係落翻嚟少少，但係你睇到一樣嘢咧係落得好緩慢，因為而家問題就係仍然係集中於中國啊，仲有好多關稅新關稅嚟啦，所以個不明朗因素其實最大嘅問題因素，因為當你個不明因素咧，因為而家係未試過咁高不明因素嘅，因為用個客觀嘅數字睇咧，有個3個教授啦嚇，就製造咗一個制定咗一個不明因素咧。而家嘅不明因素嘅指數咧係高過大流行，高過金融海嘯。咁大流行、金融海嘯都有衰退。咁我除非今次依個數字係錯咧，如果唔係咧，佢係一定有衰退。但係冇講程度啊，記住，即係話而家講俾你聽，其實最主要就係成個市場嘅不明朗，投資市係冇咗，對佢政府唔信任。如果佢唔搞佢個根本性，佢個白宮入邊係令人可以信任嘅咧，我諗成個問題都仲未可以解決到。技術性嘅問題可以解決到，但係而家個白宮唔改變嘅 attitude 咧、態度咧，一定係仲有好多大鑊嘢發生嘅。頭先教授提到咧，就唔知邊個拋售債券啦，市場的而且確都有傳聞就認為可能係中國有機會拋售。問一問先生啊，站喺經濟或者政治角度，你覺得中國呢一刻即係某程度上同美國關係都好差啦，會唔會真係喺市場上邊拋售啲債券嚇一嚇美國咧？中國嘅債券佔成個債券市場嘅比例咧，就唔係好高嘅，純粹淨係中國拋售咧，應該係起唔到太大嘅作用嘅。當然，如果成個形勢緊張嘅時候，你踩多一腳，咁啊可能有漣漪效應強啲都唔定。我自己認為應該呢次唔係中國啊、日本啊嗰啲，但係有跡象顯示咧，中國持美債係一路減少緊嘅，逐啲減少嘅。咁呢個方向咧就應該我覺得會持續。咁有啲牌咧，你留喺手上咧，你仲可以話你如果點樣咧，我就打呢隻牌啊。
如果你隻牌打出去，以後冇牌㗎啦嘛。所以我相信中國留呢張牌喺手多過會輕易打出去咯。至於頭先你講特朗普點解會咁咧，做啲好似好蠢嘅事，好似得罪晒盟友啊都做咧？我相信佢做呢樣嘢嘅目的咧，就係同盟友討價還價。你先要話我會罰你，罰幾多，咁你先至可以放翻啲出去啊，就換翻啲得益啊嘛。咁佢咁樣做嘅目的咧，就係我相信想威脅所有佢啲盟友，同佢站喺同一陣線，一齊對付中國。不過佢都未做到嗰步，大件事情已經爆波啦。如果唔係佢就可能就嗰啲人同佢談判嘅，得我放你冇問題，放你咧你就要同我一齊對付中國。因為如果唔係咧，佢美國雖然強都未必話可以叫得聽所有人噶嘛。咁呢個我估計係佢原先想做嘅嘢。我加上一句啦，其實好簡單，經濟學中嘅 prisoner dilemma， 佢成扎人。佢有一個埋嚟同佢逐個傾咧，咁啊變咗逐漸孤立咗中國啦。你如果中國最後走嗰個咧就慘㗎啦，一定。但係中國冇咁蠢嘅，因為佢喺中間都做好多嘢，就係同歐盟有啲嘢發生啦，即係最低嗰啲 EV 嗰啲車、電動車嗰啲啊，賣最低價錢又免關稅啦。咁有好多嘢嘅，同埋我睇到一樣嘢好得意嘅，你睇到特朗普其實係未準備做呢樣嘢，但係夾硬推出嚟。如果佢連 Apple唔夠 engineers， 佢未諗到，你真係想宰殺 Apple 咩係嘛？即係其實就係好倉促 ，prepare 預備得好差，所以變咗佢部隊嘅漏洞。我覺得咧，呢場仗咧有好多人都會知道一樣嘢，就係內地，我覺得會企硬，歐洲都會企硬。因為歐洲睇住你玩嘅啦，咁啊你玩落去咧，其實你自己即係嘥氣用我落咧。咁先生嘅意思係咪即係話，即係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其實都係啲即係幌子，就係臨尾其實都係諗住針對都係中國咧？當然啦，佢有成件事即係打貿易戰啊、科技戰啊，其實目標就係要阻止中國崛起嘅啫嚇，因為中國崛起威脅佢一哥地位，一哥地位受威脅嘅話，美元嗰個即係霸權就受影響，佢嘅發鈔紅利冇咗發鈔紅利，美國優勢唔剩翻幾多㗎咋，所以佢幾大都要保住嘅。咁所以可能我哋要留意多啲美國究竟同中國嘅互動關係未來會點樣樣。但係我哋今節嘅時間去到呢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討論埋其他關稅戰嘅問題。我哋下一節再見。如果我哋一定要保持聯繫匯率咧，你望都望美元穩定啲。如果一路跌到7.75以外咧，一樣要去拯救美元啊！我就話香港政府都未曾可能諗過，又未有呢方面嘅經驗。股票跌啦，咁外基咁要蝕錢啦。美債個息升價跌啦，咪傷晒我哋咯。最大潛在問題就係個外匯基金問題。因為